个哦，那个柯老师一直来人来哦，我大家说什么玩笑哦。啊，今仔真欢喜，咱请到郭龙老师来甲咱上这节课吼。因为迄阵啊，咱最主要就是一个阳明地带的文化，阳明地带咱的特色要介绍遮的物件，所以迄阵拜托迄个柯老师讲啊，你办的就是迄个咱阳明地带遮的台语诗人，最主要是用台语诗人是现代遮的诗人，但是阳明地带古早甲迄个老一辈阮大概是起初是用日本写，啊后来是有一寡迄个人翻做咱的中文，啊唯一阁有写真少，就是林凤仪先生真了不起。廖凤仪老师伊故乡的人吼，迄个凤仪先吼，伊是用日文写300外首诗，是叶宇老师甲伊翻译做迄个华语吼，然后伊用华语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一个迄个作家吼，会当从迄日文吼转过来用华文写吼，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吼。啊，柯老师就拜托伊来介绍，其实柯老师伊本身家己，伊就用台语创作真侪台语诗，啊伊从事即个台语文吼的教学当中吼，伫咱台南市遮真侪学校、国小啦、国中啊、高中的校医拢有伫遐咧教台语文啦吼。啊，伊个柯老师伊的回应比较特殊吼。他的人生经验非常的精彩，啊，伊的创作吼有真侪是以讲做背景，啊，所以为人会叫伊是监狱诗人吼，啊，这嘛是一文学的一部分，监狱文学吼，啊，我交柯老师有一个历史的演员吼，我一篇小说，啊，本来迄个电影公司咧甲伊拍做迄个。伊迄阵那时候拍戏剧嘛，4集的，要送免费就是王菲。啊，因为我是用华文写，但是虽然是华文写，但背景就是台湾嘛。啊，然后里面的对话嘛有真侪用台语，啊，毋过是全无，我原来用华语来写的台语啦吼，迄个咱讲起台湾话，但是迄个台湾话是用华语写，啊，但是嘛知影迄是用咧讲台湾话安尼吼。啊，这要演出的时是毋是爱用台语讲？啊，所以迄间电影公司就请柯波龙老师甲我遐小说吼，伊编做剧本了吼，对话啦吼，伊就拜托伊用台语写吼。安尼即马演员啥要讲的时阵，咱安尼真毋免阮家己头壳来搁翻译过来吼，这是交迄个。请问，因为伊有副理高位，有副高位，安尼就无较袂歹势。因为到尾无通过，咱知王菲也不容易吼，伫王菲来咱摕到是一集吼30万美金哦，差不多1000万哦。你拍一集，伊会当补助伊30万美金嘛呢？啊，那个是很高难度的啦吼。啊，今仔日咱就请那个柯老师来甲咱讲，讲这节课吼。多谢陈老师哦。伊讲我甲陈老师熟识足久啦，上起码14年，因为我是从拄出国的14年，拄出国的时阵，我来参加海岸台语文化节，迄阵咱就有先甲我叫同城，叫老师啦，黄老师安尼，迄个就有人机会，我甲建林生的有机会，来，这个代表一个就是安尼，来，拄则因陈老师已经有小可甲我笑来，伊讲我就是我安槟人啦，1955生的少年时阵歹惊浪动啦，安尼人啦，人了无解好去关门做，关门做早起差要17担，我伫咧关第2做的时阵，拄一个体模，了，拄有一个语言开始学写台语，定定爱家己学，无人问啦因为大家拢毋捌台语，家己学安尼，介兴趣拄就来
写到有时小可心情出来。我拢咧比赛有蛮奖，啊拄着伫内底着奖啊了出来，就是当前20公斤年出来了，人讲有继续咧着奖，一直到最近啦拢有，有出过4本台语诗集啦安尼，目前是咱南科实验中学，我教高中、教高中，甲咱隔壁西港啊，甘宁中学。我嘛讲，高中甲高中的台语安尼，嘛是我全部伫咧线顶咧教台语诗的创作，这是这是我简单的小孩其实讲咱咧讲的，咱讲地带就对啦伫咧较早期讲我就是对北门竹东嘉义客家七股西港，即个较头，那个砖头的我讲的即个广义的讲法就是。有一个本校编老师，伊也拢写台语的一个足优秀的诗人学者即马搁伫中国来咧做教授咧教。伊伫咧几年前有一届英文地带的文学的论文研讨会，伊发表一篇论文是讲伊甲讲起来讲，只要有查到洋的就是沿海安尼落来。拢会甲算作是个问题啦，所以佫增加到安定甲台南市府城有这台南市安尼，所以我都排袂着啦，较早我排袂着，伊若交府城来，我就排袂着，因为我安边人，我排袂着，所以我即届咧小个伫北门安尼一直交府城，伊的顺序我嘛无照伊地理写，我以前我是按迄个本校编老师伊伫个一本论文内底伊个顺序安尼落，后壁我较增加个另外就是讲最近佫出来，比如讲黄线老师，伊就算四册安南区的人，安南区的人安尼，即搭我也加入，开始咱北门，迄阵因为地带北门过一个黄文科校长，伊一个对伊出几档。台语诗也写做出作紧，出7本台语诗集，骹手足紧安尼只讲黄校长伊退休了，拢做地调，地调这我也甲这边安尼理解无？意思讲咱拢知影咱们地带有一个师傅吴心言，伊伫咧早期伊讲伊的过程，我相信你比我了解，因为你是陈老师，从研究这安尼伊伫咧迄阵伊有写一首诗啦，叫做《故乡的梦歌》伊即首诗伊写因为。伊是普教的嘛，伊写个就是华语诗海地语诗到尾伊讲这爱用什么？爱用地方音、地方地，用母语用台语爱来读。尾就经过对迄个时代一直搞什么这个故乡的文化伊啦，拢去一寡作曲家甲像编作歌。一直传输的，是讲我伫咧要讲之前，我要甲这本地带，无甲几乎来念这首故乡的梦歌。这算一个正经正后叫正经的伊这我有甲改做咱目前教育部的台语用语故乡的梦歌同胞啊，恁毋通忘记恁的少年时。2月革命的兵尾，看声所小酒情理，听因唱光绪时代的歌诗。现在呢，各村头拢有精美机器，你是你是，伊的叫声爱比
你看有偌济人伫咧枵死，你看有偌济人简单吞，hand枪机，hand枪机就是hand枪机啦，hand枪牌。兄弟啊，你讲袂出去你的后壁体，咱只修成万金米哦，咱只修成万金米万担，前贵自用后贵买，当尾这面拜天地，现在呢，经济坐静变别人的，税金无得不准恁办的，辛苦袂停。不管恁死我，如果咩，如果下来讲吼，如果咩，讲这是事实，哦，伫个讲有时呢，伊即首诗吼，控诉啦，伊讲我伫个尾仔吼，我有小弟我家己写的小诗吼，我写东西的，我就搁咧关的时吼，啊，我伫个报纸看着，我是8年。敏感，8年敏感，我爱像啊，咱地界像啊神拜啦，啊，各拜个庙台，我伫个讲家己讲，啊，伊个当时头前吼，做袂清楚，我有即篇报，我有写一首诗啊，我伫后壁，哦，因为我时间少嘛，叫后摆会着，我着想到我家己个后摆会着，我着找个人做，因为我对有时。伊个作品吼，我搁咧看，我无伊个作品，但我知影，我所了解是伊个资料啦，伊个资料呢，我一个报纸看着伊个故事安尼，我感觉这吼就是，中华一个大河啦，咱台南一个公司的，一个是新闻较知名，一个台湾电台知名，伊拢做医生，伊拢讲日本人，尾手国民党个关系。因个语言差不多安尼，因为毕竟我台南人啊，讲是一个较大安尼，即首伊就咧讲迄阵个年代的时阵啊，伊讲这是日本时代，即讲的是日本时代，是国民党的时代，这是日本时代，来，这起府台起府林中王，这算苦声啦吼，林中王叫台语诗词赋，我咧写台语诗赋伊有这个称，有这个号称，这个号称是民建联老师教授的。你从因拄开始伫个讲推销这个韩字诗刊的时阵，韩字诗写的时阵，伊就咧讲嘛。林中王就讲说呢，我讲是，迄阵我拄出来，做甲伊开讲伊会当做我的老爸啊，伊会当做我的老爸，我会甲使。伊就10分10分多啊，我就甲伊做10分。尾即种心脏无解好啊，医生讲你搁吃你着害啊，伊做好去啊，伊一世人拢过咧做行业，伫阮台湾甲算2个王位之一啦。即个股票拢较惊死，分都解起来，对，林中王说的，即搭下一寡经济个叫咱炒大部看过就好吼。因为中华什么伫我接触伊的时阵我就了解讲伊的台语诗的诗集啊，伊的集是我熟悉的是，到目前来讲，伊的了解伊的集伊的集搁白头版的，我本来有人请我，伊的集，伊的因为伊伫咧尾手真10担啦有真10担拢无创作，年月济啊，伊的了可能。这个是韩之诗写因创写一个叫李廷华，生活人，李廷华教授，伊用伊来抄我，因为李廷华教授到即摆我继续咧写，伊从迄阵讲20-30年就开始写，伊到即摆伊搁继续咧写，所以李廷华用可能比较济，讲实来讲也是有啊，我认为讲也是中央线的伊一上过来讲，安尼，伊就咧写伊就是有一种，伊拢坚持啊，伊坚持，家己要写台语无较难，安尼。伊个诗内底有天地，嘛有浪漫的，嘛有控诉，对母语，对这个时代控诉，拢有
哦，伊知道哦，伊个主讲一个大平会讲中国迄边安怎拄安欺负咱台湾人，啊甚至讲你即摆民进党个啊国民党安怎欺负咱民进党个话无吼，拢听伊讲，伊拢做愤慨，啊讲到政治就做愤慨，啊伫迄两工前，啊就讲咱市长甲颁卓越市民奖，安尼，伊个出头啊，拄则迄个小个，拄则迄个伫个海港无共钱个时阵，哦差不多10万钱啊，啊这两工钱啊已经老好势啊吼，即摆惊人拢袂醒。咱来看伊上个经典的吼，我来去遐看吼。讲一句罚一箍，吼，这是个广义的年代，我是毋知讲吼，在座的年岁是安怎？广义年代是讲讲一句罚一箍，以后不可以讲方言，啊挂一个招牌啊，不准讲方言，请说国语，来罚一箍，爱找后一个，哦，要伊讲方言，我900块。哦，互伊过安尼，迄阵就来讲一句罚一箍，哦，讲一句罚一箍，台湾话真俗。阮老爸逐日互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片900。台湾话袂教人，先生叫我教即个，哦，拖即个，讲一句听150。台湾话袂害人，阮徛后帮毋知传啥做，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哦来自中国的所在。先生，伊讲广东话为什么无拍手心？先生，爱讲上海话也无徛后帮。先生，伊讲四川话。嘛无挂900啊！先生，啊你讲英文为什么无罚1箍？先生，摕起笔甲机拍破我来死。哦，伊就讲迄个年代，就是不可以讲方言，但讲遐看，广东话嘛是方言，上海话嘛是方言，四川话嘛是方言，啊无法度，国民党政府是安尼。哦，伊主要就是伊认为讲你台南讲的台湾话。甚至讲伊甲人改名改做闽南语，这属于方言，客语嘛属于方言安尼，哦，都奇怪，哦。伊即首足经典的吼，大家若讲到中国省的就想到即首了吼，来。啊，中国省伊个写诗吼，伊有用足高深的写诗的技巧，伊当然研究一点吼，啊，因为伊讲伊即首啊拢是写诗，伊无做人做，伊当做好个。就做侪，土地做侪啦，所以就是人毋免做人做，啊，拢一个写诗，哦啊，嘛有去个国际国际诗人，啊，国家日本交流安尼，教育时阵就这样，啊来，伊一直推销国语，伊啊讲伊即首我是风，哦我是风，我是讲风有嘛，我会甲花粉带出武器来，飞去台湾4个头，飞去世界各地。我会甲花粉接伫人的心，我是风有嘛？哦，伊这用3段的台字的写法，搁加订正，搁加对仗，哦，即首诗内底用足侪修辞的技巧伫内底。我是风有心，有风的所在，才会开咱的花。勉励袂当去坏我的理想，狂势袂当阻挡我的路。有风的所在，才会开咱的梦。我是风有心。头啊，我回复是啥物？我讲伊有一个吧，爱是啥物吧？啊，我是风有味，我会甲母语进入人的心，飞去世界四面八方，飞去台湾各地各所在，我会甲母语带出土城。我是风有味，就是要推销母语。哦，伊所用的这花粉是母语，要压，在府城压，啊来个。传到世界，要甲这个母语杀出全世界拢知影。哦，这中国省伊是做有自己的新闻啦，迄阵就是啊，迄阵伊身体较好的时候嘛，有着伊拢会讲这，哦，安尼讲母语偌重要。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我可能头后念一首还2首，因为我袂有准备3首，我就跳过，哦。
也是较方便。来，第二来介绍哦，这技能生的哦，黄建仁的哦，黄建仁就是阮台语时的火车堡。火车堡的火车的上界头前迄叫火车堡，哦，火车头是无火车头嘛，哦，火车真正火车铁头叫火车堡，伊是阮的火车堡，番薯仔头，哦，阮台湾界也准无技能生的安尼杀就对啊，阮袂遐尼紧头，因伫1992年就开始慢慢杀，开始慢慢杀，开始安尼战后开始。哦，番薯仔时空开始教学生学写台语，足多读册会安尼甲伊一团，所以伊学生就会到即摆拢是独家即个教师咯。哦，像我拄仔讲黄耀平，嘛是黄建仁老师的学生，哦，伊就安尼慢慢传。我伫咧台语咧管的时阵吼，我就看过一个作品，哦，伊讲拢足介条，所以讲我看过，我因为寄一个笔记来给我读的时阵。哦，技能生的，伊有超是做海洋台语文化名哦，海洋文化杂志的总编辑哦，啊，尾就身体较无好啦，哦，身体较无好了后，伊从少年去台北开补习班安尼，哦，到伊理想背景嘛，伫遐有足艰苦，所以伊才会写80个城市啊，哦，伊遐做80，是讲，我搬进来高雄嘉义，伫嘉义县哦。即阵听讲，身体无介好吼，咱阵老个时代做安尼，咱住伫疗养院安尼，我嘛比较当无看着，足烦恼伊个。来，咱来研究伊个诗太济啦，我研究首较经典个，就一首现代诗。哦，今年说个伊个尾手伊拢写一寡囡仔诗，哦，我介绍介一首现代诗，一首囡仔诗安尼。哦，体都白啊！伫摇动的船车，伫阮流浪的生涯，伫阮的情意甲酒魂，变一个面梦，一声一声，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短短，也长长的一生，故乡也甲我无缘啊！即款的叹气啊，故乡的大树，故乡的溪水。故乡的苍田，故乡的竹坡，故乡的茶堆，故乡的甲做厝，做厝一个山野树，参我无关，参我无缘，亲像体路客也同款，伊伫溪的双下两边，退来退去，伫台北城甲故乡之间的河流。退来退去，哦，伊就是少年故乡，人搁伫台北咧开补习班，两边走，一个新的，就咱先体育的安尼，有即个做引路啊，做引路，即首写做引路吼，虽然讲做白话，但伫咧因迄个年代吼，因咧提倡台语，所以因就尽量用较白话，用较白话话，实在读出来就听嘛。当然读出来听，伊内底一样是。我咧写诗啦，内底会唱一个语言，迄个语言就是伊就是讲，有理不绝。台北甲台南，台北甲故乡两边伫来去去，退来退去安尼。即首是咧写小诗。过来咱来看伊囡仔诗吼，囡仔诗是天上白伊囡仔诗吼出名即嘛，伊囡仔诗有一寡作曲家会甲伊做歌曲，嘛有唱作。艺术歌体个，我的写个老师因阿摆嘛甲陈先生合作，伊嘛甲陈先生做出个伊个歌体，要当营修学府，内底做50首，陈先生头以后占头要20首个，来，天上白啊，千倍个，听天马去世间，天上白啊，千倍个，摇摇摆摆真爽色。天上白啊，千倍个，听天马去世间。天上白啊，千倍个，摇摇摆摆真爽色。骹踏踏无好，摔一个切破裤个。骹踏踏无好，叫阿娘搁叫老爸。天上白啊，千倍个，
倚天马去踅街，天上马啊写一个，叫一声安宁话。我下顶差不多一个重复吧，一个重复吧。后壁讲哦，天上马啊穿皮的，倚天马去踅街。哦，天上马啊写一个，叫一声、两声、三声安宁话。这笑无笑批啦？你写囡仔死第一条爱笑批，啊，还佫是童趣伫内底，袂当像大人安尼哦，爱甲心思串起来。阮大人的写诗，拢会串起来。啊，即摆讲囡仔死就是爱写出来，囡仔迄种天真的想法爱写出来。啊，所以一般的囡仔诗拢是大人写的吼。哦，大人写的囡仔诗，就是咧想讲，如较说话是囡仔想过安怎去看这个世界，用这角度去写囡仔诗啊。这是人生的，哦，中品这是客家啦，客家啦。人生的是家己啦，家己迄个啦。中品的迄个过世记啦，伊是一个律师，律师啊，算个，迄阵阿扁啊，总统出来就是有体啊，遐总统辩论，自我去做辩论安尼，结果伊过世记啊1920年过世记。伊迄阵吼，伊是一个律师无平常，伊诗写的时候吼，伊的华语写足济，台语诗较少，然后台语诗就讲，以台语诗来讲，有真品的，真律师个对，伊的诗除了对故乡的怀念、孝念的部分，伊讲有做幼路的，对种男女时间种感做幼路的，所以伊的诗话有做对这国民党的部队做较硬气。啊，伊嘛对做女性的关怀，种请心，咧担住所爱种伊个部写甲做幼路的吼。所以伫咧阮南海省的吼，阮南海老师叫写个伊嘛有做足过曾平定老师的歌，伊拢写较抒情一点，较重的，像等待啦，较是。从后壁咧写来，可怜啊，离花，或者写故乡的，可怜啊，离花就会出伤心，就会出香味。紫色的花蕊随风摇，随风落。可怜啊，离花，春天就来。白头壳仔树顶做寿，昨天天地厝边间，天如碧伫树仔头。白头壳仔就是白头毛。可怜啊，开花就会结籽叶叶，一身叶叶籽，捡来做凊子，手机会变鸟撇仔，出个鸟毋知我也死。可怜啊，开花一个囡仔，踮树仔骹，掠蟋蟀仔咧相共，芳烦乐好佚佗。伊个会写一个剧，后壁用写囡仔的故事，用这囡仔故事，伊咧怀念较早细个时就是安尼啦。伊就是咧蟋蟀仔，生烦恼、芳烦恼，结果就做别个咧大鸟啊，所以可怜啊，开花，伊就是想起着故乡。用可怜花因为伊一个诗，伊个可怜，所以。但讲就讲介济人你写啲可怜花、可怜树的时候，咱会甲引入做台湾，引入做台湾，因为咱台湾真正历史片嘛，对而且讲起来，就讲历史片来清朝日本，什么国民党，咱台湾人拢唱诗，拢是人个奴才，所以讲可怜。这年来其实就有种引入，我看来伊。讲群王参照我的手，群王就是地神公啦延平群王连伫什么时阵，群王参照我的手，也参照我年轻的心，也参照我度众生的愿望，就我早伊决心入籍台湾，我无想过再转去。故乡，初次看到一分心，七分心，美丽的都市。门城炮台向外海，我来看到群龙，
满面的忧愁，无底的疤痕，无限的国愁，不平静的心情，亲像不平静的海涌。海上游玩叫做千里边的名字，伊每日为我祈祷，为我烧香，是我每日最后的兄弟。我毋甘伊大声低头，既然看到我渡过惊城湖水沟，我也要颁奖伊，这是台湾人的忍受高山。2021年在咱内将兵25000，战人400，长长的外岛围绕的大江，赤甲南以西一片的大海，我着从所有心啊，从汗水到目屎，破落到线尾，正狂的标准，无错的战人顺流而下。公公跪倒在地，用上辛苦的双手，通我家己来还即个永远的土地。即首嘛，公公看着我的手，有即个看着我，提醒讲看着啥物？看着我的手，即个我，伊讲就是台湾。伊甲引入台湾是我，慢慢啊，开始咧开发就用台湾的一寡历史慢慢啊。伊讲的安平嘛，讲7分时间，1公里7分，一直安平，安平国土迄个部位啊，慢慢开始甲产出，这发现应该讲，应该讲第先讲尾发现伊迄阵咧明朝的时代因为以我所在，第先讲过来台湾无几单就过新桥，咱就是在农场来过新桥，不准啊！我当然反清复明，不准交易来，咱来看后一个是分寮坪，分寮坪是咱海寮人安定多过安定海寮人分寮坪是目前我咧看代理师啊，都台湾界安尼看伊目前伊的代理师会当甲林中华先生相比，而且分寮书嘛，伊一直咧实验代理诗的写法，所以伊每一本诗集就对啦，拢有无共款的写诗的手路，这是我足敬佩的所在伊较早白莲诗词歌，讲写一寡故乡，甚至讲大量借华语词，怎啊佫袂写台语，来从台南进入诗林，慢慢一直到现代，前几年佫出一本诗，迄个诗林是三个字，台语、华语甲闽语，因这安尼，到伊每一种出手就对啦，伊拢会制造一种写诗的新的形式出来。我伫我写诗的过程，有足大部受到国民党老师的影响。伊种诗的形式，我有就是因为伊伫咧从台南建立诗林，伊内底有一个三大诗，叫做地歌，仿日本的台语地歌。我就咧看伊咧写伊就是写台湾的现象，可能无啥地方咧写咱台湾的现象。伊嘛拢无啥物诗，拢无诗的内容，地歌的1、2、3是无咱写安尼，一首诗就3段。我上摆印象最深的就是伊咧写啥物？柑仔店阿婆仔卖青春，即首诗9字，听到3句。但讲这是咱台湾的现象啊，7出来了后，即摆柑仔店无少年囡仔咧顾啊，拢阿婆仔伫遐咧顾啊，透早伫遐咧卖青春，伊少年拢卖即个柑仔店，所以就互我足大的启示。所以后首我大量写3段诗，所以我第3本诗集内底啊，火金歌，就是内底有124个3段诗，做着，结集起来，迄种我大量，伫遐大量的过程，大量咧训练3段诗的过程。甲会当讲，我比较我讲，原来诗会当一个足底，足少你的情个下，写出足大的感情，迄种爆发力，我伫迄站大量训练家己，到目前上写出一条较无共款的台语的诗咯讲伊的面你足对啦伊
伊是咱台这条项目是我迄阵拄出来的时候，伊就较瘦，你啊看还佫多瘦。拄出来讲60公斤啦，即摆讲差85公斤啦，都拢出来啊！我只要讲去哦，被啤酒搞大的嘛。我爱啉两杯安尼吼，一顿粗粗。爱伫咧，比如讲啊，我是在关键吼，这一个第二本吼，白莲师是我，伊从我看伊的诗，我看上多就是从家人最伫诗里，伊就写地基时代的故事拢伫咧内底，所以我想着这诗真应该做做诶。啊，佫有空手的机会，内底4段尔，4段诗，啊，就写一甲空手。啊，伫迄种因言语当中，伊用世界万物的物件安尼，人起来作诗吼。即本我也看过来，我大概说爱到即马诶，啊，佫伊用，伊是咱台湾第一个用台语写朴素文章，伊是第一个吼。好，我本来想讲，你来看即首短诗，我分明喺路顶，吼，迄条白色的布条，吹死一个诗人，第四。上水的五里花，刺叶317担，伊讲头路葡萄跑，头路葡萄跑，因为咱查某微妙伊的由来嘛，就是伊的林建王伊的517啊，伊即5个拢毋是正叫王7啊尔哦，王妃哦，啊，佫毋是正叫出来，讲，伊讲林建王伊讲要自杀，爱死了，伊只有即5个。爸爸做伙陪自杀安尼，所以咱若了解这个史了，讨论过来，咱解决迄条白色的布条，吹死一个时代。我足欣赏即个，因为我了解即段历史，即个句第一个甲一个历史讲啊足强，完全拢表达出来。伫咧心内就不大，这个写诗的功力。然后你若真毋知这个历史，就从遮写写我看咧。写诗就是安尼这4段吼，伊就写出来。伊即首诗我最欣赏，伊属于迄种超越性吼。来，咱来看伊是写书了过，伊只甲下放声音，敢有声音？有吼，因为我有发现伊是明写什么阅读第几个款？伊有两只手，所以我直接用回念，回念。现在大概5声后回来。我在学我那个，你要收起来。我起来过。是啊，交工票，观世音菩萨主名吊起顶峰的方式，各地的当年开始轻轻各存，风吹过12月的到这年，我的当年拍伫正月，拍伫牛车。拍伫火车，风吹过倒过的路，我的乡愁上远近，上南方，上一行。假使当年会当慢步，一定是甜甜香香。我家过的西瓜，要倒伫溪沟得开。我过过的一排，要伫站门口等我出发。我的脚趾一定美丽无损耗，不敢转。听讲大空户啊，要做大头家，野性要起大，爱靠囡仔要做幼稚园的园长。过分。是一脚用乡愁看看结出来的酒，
读书都互你顺发发。这首诗虽然是一个外国的，这个故乡是我出世的所在，所以讲是我的背景地，吼，伊的感情上。然后呢，过来，桥到这个时候，因为落本来车咁老，伊是要家己，因为差不多11年啦，11年，时间过会我讲出来经验来王中坚王老师是一个退休的台语老师总之呢，伊做得较低调，所以伫我迄阵拄出到无偌久的时阵，真正会看到伫咧活动诶，看到伊安尼，尾手即几搭已经足少看到伊啦，伊就较少咧出门，则是可能因为也济啊，就较歹参加一寡活动。伊只出过一本诗集叫做《阳光集》，伊只出过一本诗集。来讲伊伫咧阮台湾界算作是踮咧做诗的啦，踮咧做人过的啦，总有一寡活动需要着伊就一定指导演出来，这个一几搭就较少。内底我来念伊，即个念两首安姨诗歌，安姨就是安尼做，安尼做的，华语叫巫婆啦，我第叫安姨甲我做一张有黄的刺桐树下，互我写一个，互我听一个，互我坐一个，互我家己一个念歌。我要叫出来讲来听。我要问天公伯啊，是安怎来甲我讲清楚？我的祖先，我的子孙啊，是走去历史的倒一边？是安怎讲代来变做红土兵？是安怎讲乡的文化走甲拢无半影？是咱啊爸母的子孙的，咱原乡的土地是毋是已经中毒？咱原乡的生命是毋是随海水逝去？咱原乡的祖辈是毋是悠远的流传？恁大家赶紧来看。一条下的土甲山，还剩几只田豆仔，互当约头无死，所以伫遐喘气换命拖拖，直到雨天的暗暝咧，甲，我用烧酒槟榔，真人做伙，咧互咱即个祖先番薯仔的土地，来压互阮所有的树丛甲草花。所有生命拢是咱阿里祖你的子孙，我请咱阿里祖你的灵性不再降临，赶出吞吃原乡文化的大怪兽，叫其子孙伫五法十色的阴霾，改变本办的属土的文明的大数，互阮祖先的溪水，搁有原乡的鱼皮，这就是。阿里是我伊讲，较早期的台语诗人因为，因对即个土地认识较深，下搁一寡前辈就对，你也有想要写台语诗就对了，你就是认同即个土地，无一般你拢写华语诗的，华语诗就无，你认为华语诗较好写，咱看较有啊。我就是认同即个土地，所以伫台语诗你较少看到一个风花雪月、无必生无生诗，华语诗都做一堆哦，所以华语诗用浪诗很多，台语诗就较少，台语诗一般咧写就是用因即个的，因即个的，等于说迄个嗰度啦，甲听后边因即个的，然后你可能开始咧写啊，从我是2000年以后写。我拢有一个认识讲，我也要写台语诗的，我是对即个土地有兴趣，所以我咧写来甲即个土地有关。来看一首诗，就是讲甲即个希拉雅，我去家里嘛是希拉雅来做，介绍哦，伫较早啦，伫介绍小说弄着就希拉雅，小人即搭，
拢是时代嘅。来，咱来读第四个感动情啦，感动情啦，感动情。我毋是外围来的，毋是来要爱上的，我是转来看大海，看云啊，看高田，看门口前炎热的黄昏，看日头留互咱枕头，无风的柔情，无风的自然。看乡亲目睭内笑眯眯，听乡亲叫兄弟，听乡亲来讲起，迄段咱的过去。讨海白洋穿目镜，面粉袋仔做布做衫，砖头砖尾饮大水日就是这个严重性。伊是将军啊，我看真是，伊北门人，北门人迄搭人拢白洋，弄白洋，所以伊知影白洋的艰苦。过来因老爸去练因老爸之前拢白洋，尾时阵伊是后尾做老师。所以伊就无经历过白洋种艰苦，然后伊看，伊拢看到因老爸时代，后摆是伊遐时代，伊遐时代，拢白洋过足艰苦的东西啊，所以这严重就伊啥底底啊，来讲伊就是要转来，要看什么？要看安尼，讨海白洋穿目镜咧，因为伊伫外口做老师做好啊咧，伊就住在台啊。是来故厝啊，尾手就出来故乡，所以这故乡是就写出来，有关故乡的是尤其是甲盐有关的，甲盐有关的。下底我这个，下底这首我就唱过啦古建军即古建军伫阮台湾界史，伊家己讲是台湾界的高校，台湾界高校，因为迄阵台湾界因拼音系统。拼音系统，迄种有分三种，未统一有分三种，北部就通用的，中部再是南部拢用土鲁牌，南部拢用教会罗马字，这三种的拼音系统，伫个字考虑字，各有无统一起来，就是你听话，你就做教士啦，教士伊统一起来，变做是台语罗马字，所以拼音系统固定起来。咱个人就因为我这边是其中通用的，嘛是南部伊一个用通用的，伊通用的伊迄个系统甲教会罗马差济啦，除了甲教会罗马无啥差，当时是每次就是讲台湾即摆教育部伊所有的台湾台语罗马就是除了甲教会人做伙折中变做一个拼音的系统，所以从迄阵，伊家己拢是伫咱府城台南生活美学馆有一个台语班，伊这台语班呢，伊连教20班嘛教台语，尾手了后，身体较无好，放落另外一个当工具，伊这怎个搁继续教，伊教拢是拢通用的系统。到阮一般咧写台语，到目前主要的拼音系统是无共款，安尼。伊伫阮咧来这看的时候，伊就写过互我咧。我毋知是安怎解释，我安尼，本来是经过到台湾界咧讲，写过甲我鼓励安尼。我迄阵伊就寄一个诗集，搁寄一个台语散文去互我，所以我对足尊敬，我出到我就买厝的安尼。伫个2年前，我的第4本诗集，距离开始10年，出版的时阵，我特别摕你交互伊，就把因某拄过身，无几个月，看遐咧苦，我平时就看遐，伫遐咧聊天，毋知话被回用互伊谈起完，因某是兵粉嘛是慢慢咧讲台语，伊就翁仔某做伙咧讲台语安尼。我对，我就看着伊面容，看足艰苦。到今年的9月初9，咱着你问伊怎伊人？伊伫个伊南湖，办一音乐会。即款伊个有搞，所以这是伊较早，这是伊伫个旧电视的相片，下底是最近的相片。你甲我无去的是带，就引起上安尼。
伊的诗甲散文拢足济，伊的诗啊吼，名古，伊也艰苦人出身，但是讲哪呢？伊嘛是做老师，伊嘛做学校老师，所以伊即摆拢伊做成伊家己一个啦。因后生查囝拢伫外口，拢去厝外口，即摆厝家己一个，所以我有想我就过去看看，来听伊谈不认真，安尼，伊即首上有拍盐，日头车炎炎，照一个的烟蒂啊，双脚踏水车，一个悬，一个低，一直跳，要引开水入清泉。盐白啊，拖了好菜大，盐边亲像一支山，盐大天顶拼命打，拼命打，一打一打，你读盐会消失，你读人汗水滴，滴啊滴，滴啊滴，滴袂离。盐内底有汗味，有汗味吼。敢有通买番薯？敢有通配姜丝？敢有法度摘一寡米？永远爱看天。去摘一寡米，这个摘已经足少，即摆已足少摘去吼。这件是要先烧一下，烧一下，咱摘米就是一般我讲，跟你买米的意思，来摘米。摘米。摘米啊，摘米，变焦过来，摘米吼。伊即摆讲拍盐的艰苦啦，你光顾一世人，敢有通买番薯啊？敢有通买敢有通配姜皮？姜皮伫个我做那年代，会当配姜皮就算袂歹啊。会当配姜皮，叫什么？迄阵因为迄个时代，食姜皮是种嘛。我迄仔时代，我伫大家食姜皮。时代佫无，这是七股咧白盐的所在，是无？高铁所在。我本来讲伊就嘛是四公安仔，公安仔伊家己有盐来，我来办事。另外当去，很稳啊，很稳的连接。我那边郭建坤。就咱唔小心唔叫人看，最早尾甘地大。夜景也咧外景了如，包容力fulful敞开不离不弃金色天时。如今我身边体温，爱情热烈，大不决定。人物有大领，这文坛合唱原来歌，笑声不低，花流结婚枝。伊即首诗伊有人就起来，伊有人就咱吴庆环，公安仔之乱，伊歌词伊有按牛仔进入有真义一个，这个批起来，伊说那写文字，伊公安仔之乱太是个出名啊，是吧？吴庆环，咱也想着吴庆环就一定是公安仔之乱，柯建文老师最近我讲伊是高调的，我讲伊就是因为伊支持通向的即派所以伊伫咧台南市，
讲南部就搁伫咧用即种，所以伊就甲一般因捌做诶台湾界拢无咧相共差。因为伊足听所以我有去做诶时，伊讲伊过会教我记。我记得我从拄出啊是出第2期是到第3期，伊讲即摆摕去帮去卖团购，规班做公盘。所以我除了车足济，大概即届我出第4本，伊叫我摕，我毋买，因为伊已经无时间咧教。即摆迄个专门店我无介绍，我摕，伊足听话，伊伫咧内底，我有写过一首诗叫《车头人的情歌》，200出来。伊讲伊看到我手诗，讲哇，你这写的我对你所以伊足肯定，即种作品足重要。虽然讲伊就讲伊是歌手，但讲我有想着我去伊兜做者特别较无共款。好成分过来，电棒兄，虽然我听讲做伫一只嘛，来啥？我看着你讲咱袂去去啦，我是嘛看着，我拜上我就从过来，我拜上讲我做过，唔知影啦有两班有两班伊伫早期伊诶台语诗无济，咱出着不介3本，伊较厉害是安尼，念歌我就甲伊讲你莫写台语诗，小说你也莫写，你著写即个念歌因为我甲伊做写的，我记大汉也叫我大汉，我迄阵两个咧比写毋捌够大汉，即摆佫无法度比较大汉，我总有一工要超我去安尼，我甲伊做写的有时伊来念歌我后去我就替伊也莫多讲，才着惊安尼，因为因某人说来因能对调的，买手伊查某囝猪骹骨，即摆比较浅，但妹网红比较浅。迄阵因妹较读大海是先台那时有影是会少，我即摆第一袂看，我即摆计网红，第一讲足好，有一个出来，伊譬如台语诗集，伊甲出3本的款，出3本的，出个伊拢出7字歌册。伫咧早期的歌声，伊拢是唱较早的迄种故事，譬如20条长篇，伊用编写故事出来。做侪人真成过台湾啦，长沙湾即方面的，有种是改造起来故事过来流传过来。虽然帮伊互我感觉较可敬的所在，伊要家己写，要家己写。以前大巴台湾双风讲，对比较出来，三台山情况，伊是就即个出2本我教诗字，袂歹。伊的诗就对啊，我伫咧网络拄着伊有一首诗，我嘛想要互恁听一下，讲伊有写到3分钟短啊，再写2八，伊谱的应该是桂花园内底伊的大话头，咱连回咱听伊念诗，听念就是伊就咧念诗温柔美丽些，桂花园。伊念歌做好听，我最爱听念歌。伊佫有写歌词叫阿英找头路，我即摆就出发去，我就阿英我即个伫咧现场听你歌阿英找头路，我笑甲鼻头笑甲尾啊，因为伊咧念足清楚啦，迄歌声足奇怪，伊虽然咧唱歌，但我伊咧念迄家己拢足清楚，就咱就咧讲话安尼。在看这日头。
就老家的是，亲像地大人的感冒，一碗一碗，拄要去走出的青春。一杯一杯呀，跳出一年一年的青春。天啊，伊天顶有时啊，为半世纪前的记忆飞出来的是。可能啊，笑，梦花淡薄的甲红衣，清香淡薄我甲白头头红红。雄黄的南风，走来甲虎声人宣告，运河已经找到的青春。我做细汉的时阵，伫台南出世，伫台南大汉。即摆继续来听一首热歌啊，那我3分钟左右。花是桂花大。亲像伊历史册单出来，草间好心人，伫死刻顶完成这功课。初层的暗线，为咸咸的海口，转过清水的关山。一个砖头转过一个砖头，一半灵魂转过一半灵魂。美丽倒数啊，用脚站在空水海口。美丽倒数啊，用脚站在空水海口。你写字明白，你写字表示，我讲，铁线滚过手摆滚过骹头，迄都是以前伫个个所在真，叫做历史的法吼。即摆这边文明比家人多啦，伊中间开始讲哦，大只啊，伊感觉破坏遐，啊你也开始掠人嘛。讲着去掠人，掠你也是人做几歌啊，做一遍真咯，就人讲，伊写这讲，这有时咧查看，遐看，早出来就少个人吼，去记，所以伊讲电脑讲，金门大伊咧这首，伊咧唱这首，迄个袂起下，伊这首改编，拢。在我们多数啊，别人爱考，更会考到有些爱考啊，现在带新书嘛，带新书，伊的诗吼，伊的歌较好啦，伊的诗甲小朋友中放去啊，即摆你甲讲是嘛？下底啦，现在我当今嘛是咱唯一的吼，唯一的，阮地带部分吼，
伊七股人，啊，伊讲伊是七股出世的啦，伊少囡仔就去中华，啊，伊算伫中华大，哦，啊，伫中华咧教国文老师，哦，啊，开始写台语嘛是差不多1995以后，哦，啊开始写台语，哦，啊，最近哦，伊个诗无济啦，伊个诗出2本台语诗集尔，哦，啊，伊个写法就做女性的写法，爱本身也学会的，哦，对迄个华古山的圣严法师修炼学会，哦，啊了是咧。即几冬啊，伊有甲伊一寡朋友组一个叫做台湾新民歌，哦，啊一寡伊个从伊家己个台语诗，甲编作伊家己本身甲做老曲歌，哦，啊用编作歌啊诗歌，伊演啊，袂使讲走唱，伊走唱是不可能，哦，伊是伊演，哦诗歌伊演，啊来。毋若唱家己的歌，还有唱一寡先摆的，比如讲伊唱过罗汉秀的台湾，啊昆兰老师的，足多，只要是台语诗的，哦，啊伊就拢会，感觉袂歹，伊就把电写出来，啊就会唱，伊甚至嘛有唱，咱小仔要小解咧黄山老师，哦，一个歌因为黄山老师伊台湾山海经，哦，真比感觉出名尔。伊第4本台语诗是较出道吼，对嘛？来，咱结别本名叫做东石光吼。伊七股人来，我已经出手啊，出手伫个足少转来台南啦吼，而且伊家人七股的所在可能做厝嘛，迄个都喊你听讲伊转来台南吼，伊伫个中华台湾中华，啊，这是第一届吼，伫个自由新诗诗。哦，伊个一本诗集个发表会，我就会出场话，哦，伊啊甲翻译啊，有其他上个吼，只有新诗是伊吼，他对伊个诗吼，有分几啊，我拢手咯吼，伊有做正方个女性写法，女性写法会较温柔些，要是我个诗都讲硬，我个诗是硬点点，吼，我个诗讲伊。困过就是力道，哦，我伊就力道，我迄写是较注重力道安尼，哦，变态，种对比较强，用离安尼写，哦，来咧嘛有写一寡种建立的，因为伊保护的嘛，哦，写一寡人生的建立的，再是伊也写人物是讲的，伊写嘛，天天写，写故乡的诗，若是故乡是嘛，像天天伊袂用足大力咧写诗。啊，所以伊个诗就是你走起来，心情袂足平淡，但是讲嘛气氛毋是足大，但是讲伊种感觉就轻轻啦，清芳，毋是足厚的芳，轻轻啊芳啊，清芳啊。啊，伊个歌是嘛都说，所以咱个后时间，应该时间我放个歌来问听吼，来。只有新诗诗吼，问溪水因无同天吼，水声为无优美。双方结缘，听着心看着心，本该是怀抱千里。万里风尘来去，安怎不待风尘去？明日山水变迁，看无常归去。岁月留伫一字诗，提醒因果有孝心，人歌一曲，情绪长溪东关处，点点冬天，正是月轮落山时，看月色流丽，夜风微微，芳清茶一杯，问过往。少年心志，虽结浪漫情怀，只有相思时。因为伊国无批啦，伊中文批直接的，所以伊个古典诗足好写啦。伊也足好读古典诗的。伊个人吼，不是像啦，毋是像我迄样啦。哦，比如讲
东西送去用台语念平仄甲拗讲对哦，这是家己。我讲咱这个伊所伊是伊是用唱的，伊这个昨晚尔，比赛高电视的金球就第一名，得过第一名。伊做个金高电视的唱歌说听，伊的歌吼，听伊的歌吼，无啥物压力啊，就咱是伊死共款。这首人本身的话，讲这个是较早因为讲电台播嘅，因为参加了电台播嘅嘢是如此啊。咱本身的话灯吼，咱本身的话灯无透明人士，咱本身的话灯渐无声无息。咱本身的话灯照住着名声，透阴蔽光明。咱本身的话灯陪咱唱歌。坐伫火窗的顶仔骹，听出意味深深的歌，唱予袂人听，播逐伊温柔的光线。咱本身的月光，看一阵少年人吟歌诗，两份地带的风含暝，浪漫青涩的歌声，害月圆，渐渐啊美入云底，笑微微。这我会讲，只要伊首诗的尾仔应该是能够参加这个咱电台播艺啊，这个播艺啊，咱陈老师来讲，伊就经历过这个音乐。我出歌时我无参加，我出来是已经无，29届，30档，29届款。2007年啦。对啊，袂啊，我2009出来。所以说迄阵咱台南文化年第一届。我入去参加，免米课迄阵都参加着，拢电话电台都免开始。所以叫咱只啊看风啦，我就你家己打一个，他都还做老师，应该。咱来听首歌咁方便，我看首歌咁方便。我讲啊出紧的咧，你伫个所在，你咧讲圣严法师嘛？伊个声较清气个，就咱阵我阵查国中的时阵，少年歌都唱，国中，有甲他们有当国中，是会我来，这是我先打出来，或者是阮后天老师伊即本录制来这歌写的，我就讲伊卖当遮，袂当遮，伊个
几单写过个代理是已经出7本啦，无写无写已经出7本代理是。我会记旧年考选田老师考选田老师伊伫个7个人场头，伊开一个新街股票，黄素安老师叫我做伙过去，啊，拄啊有个伊讲车店要准备时咧送人安尼，我算我两，精装本内底足水，叶子啊，迄鸟啊有诶，使用电力啊，使用电力袂歹吼。啊，伊伫个咱头港个国小，伊来已经做地方30工，伊30年工，啊退休吼。伊伫个北部做位啊，所以人讲伊考个名啊，好做啥物啊？美术界啊，考个名叫做当演大主角，啊，即係文字喎，文字界我叫做需要當演大主角。伊講伊伫個做校長，伊就是在田野調查，民俗嘅田。你講考驗條嗰啲，舊年嗰個出本出來，你講出本係邊個？啊，唔話你邊個？我出本差不多700本。无包括台语使用，也即係民俗嘅國情咧，要差不多100本啦。所以你台灣咧，民俗吼，伊照是足大嘅內容嚟嘅吼。啊，尾手伊就咧，伊講我較欽佩嘅是啥啦？伊伫個故鄉吼，到正跤遐吼，伊打造一條啥物？正跤野盤嘅鹽場，冇甲無路。啊，伊即個鹽場吼，甲7個人就無共，7個人就是鹽山假，伊是假。啊，伊正較遐是真正啊，一家，啊，遐油客公共車，伊啊真正就真正假落去遐白鹽。汽車也講較早迄種白鹽迄種年代，安尼，迄就是普式嘅鹽。啊，我伫個伊迄個鹽場嘅邊仔，咁我就甲報道。拢是寫台語詩，講台語詩，寫足着。較早一寡台語詩寫短短啊，拢甲鹽有關係，拢甲鹽有關係。我伫個伊即鹽場嘅附近，拢會看着我們個短台語詩。你講就講一句詩，你咧講啊，正宗啊，正我就是啊，有毛詩啊，這是嘅我聽過幾下嘅，安尼。我定常睇人嘅詩嘅篇上，到時伊首歌你背吼，第一咱江水吼，咱江水嘅台灣市咯，有74咯，台灣市路74吼，啊台灣市路嘅頭家林義芬林老師吼，伊即隻為什麼早時啊去遐吼，伊個臨時我聽。我講伊做一首，我就想找無啦，想找無。林明坤老師以前嘅版本，愛找得久，我就聽伊念，現場我感覺到親手木石，稻草人飛，像滿天彩霞過時，剛剛甲你嘅形影相隨，嘛無愛輕衫等待適當嘅水，目睭放互客體。對你世界杯，無論到倒位，你攏是我最後嘅後輩。即首，我聽伊分享，伊做嘛好多，伊嘅音水做嘛，伊攏做嘛。啊，講公務校對伊嘅詩咧，攏無同，愛攏寫生態詩，鳥啊個鹽，尤其是鳥啊鹽，伊即種種，特別寫特別多，後邊啲人較大左右，十多以來。按照就過一寡地福場嘅生態文學獎，伊也是有第3屆，伊甲第3屆，還是第3屆，還是中小稻草嘅。所以每次用稻草，準備地府時陣，伊只嘛是有排鹽嘛，伊個排鹽甲做起來普通排鹽較無共。講白蓮絲玫瑰鹽邊排鹽嘅日子，鮮果鹽有滋味。北風起，風聲變加水，
加盐趁即时，拄互光环做盐堆，盐堆搁加盐堆搁加拄着天，爬起来顶悬，爬起来顶悬看海边，海鸟啊陪阮唱歌诗，唱出井仔骹别人200年，伊这遐发这个即个，这个一个太阳蒙蒙看，我有时嘛过来，我就听人边仔去笑安尼，伊就讲，有足简单个啦，有足简单个，简单事了好看。这个咱讲世界是一个发达的事，这下底鸟仔人歌诗是有一个电脑，有一个电脑用起来，这种叫你咯，冰吹啊，冰吹啊就是防水型啊，就是种鸟啊，冰吹啊，就讲离乡，离开北国的冰雪，飞过几个风头水尾，就看到南方的明月，那是天涯过客，清清爽爽，短短细细，拢是别人的土地，探这个精神，江山的都会，咱伫这片较大的大地，因这拢是离乡嘛，那个是比较好养，好养。那后面啊花啊，后面那嘛是比较高就比较过来啊。冬天就过来过来七个遐，过来台湾，咱热七个咱讲潮间带，湿地那边啊，因为这个天气甲因韩国甲日本迄搭，因其他买过来所就共款。你啊冬天的时候过来，咱这天气袂介大，会当湿气。冬天过春天伊就讲买。这叫做好，最离乡啊，离开北国的冰雪上来，下底佫一首来杜冬，这是啥物？土豆鸟，土豆鸟就是小变形，佫是田猫仔，土豆鸟，这我拢捌看，我对鸟类我较知影，出个鸟，分鸟。椅仔不好知，别人不好知。有时你山顶穿乌麻鸟，麻鸟讲有几啊种，这种我罕你看着。我有一摆我种长花笔我一摆因为我伫港面的教室，我有一摆你下个时，我发你要长花笔，几啊枯嘛，到一枯，改种第4、50只咁变一枯。一区可能较好，风水较好，别区拢无，到一区就袂多。我更较翕相，就甲看，看一下，起来，买起来是我起来但讲这个无解释拢有诶，人无，即个时间行得准，慢慢翕相。来，咱来把这图纸图讲，土豆若新鲜，阮就来这找爱情，千里路行。人生随你向南行，不时回想初恋早晨，过冬远远飘零，只求甲你异乡度清闲伊讲伊这底薪有时就咱去搞遐咱个好诶回看嘛，我拢押韵较侪计数，我诶诗无咧押韵，我诶诗就少押韵，除非是讲。我到要写歌，我改去押韵。无咧写现在是我差不多都无咧押韵。因押韵时写足水，这是我较跋倒诶。我到你因阿曼区人错字啦。阮台湾教两个官话啊，我叫遐个东方先诶，伊最好讲台湾是土地好啊。就你问错啊，伊最好讲，台湾是建筑。伊是客，建筑建设的，慢慢讲好了伊若要做了，伊佫继续发扬光大，所以是现金济，中央省的是土地济，拢是越来越起的，两个大官会安尼公产结束，你啊，中央省要叫车，要业钱做车，就大几搭老准。有，迄个9月初9吼，9月初9其他唔个音乐会就开100万，讲毋若100块安尼，请4个
哦，起年来。你多参加伊的迄个世界新人大会？我无机会啦。可是你看了好几百万。对，伊做工开啊，为台本界啊，啊，佫为政治，伊即种个大金主呢。啊，迄个原来是你老公吧？伊个无，伊个吼，迄个无话吼，伊扣头即个啦。哦，迄个红包椒。10万，我迄阵买10万，40单买10万，我讲无我做完这我咧趁钱是你即个做我报一个，会转就报一个安尼，吼，另外个开如何啊？即个波动安尼吼，做头个，无效伊个广告都无啊，哦，伊咱厝人吼，安静个后生啦，伊后尾是安静个吼，啊，也是算土财主，啊，伊接手了后，尤其厝嘛，爱个一直办吼，办完就代，啊，所以即摆伫个老家遐吼。互个各种个后边，互伊个厝甲是起着机人，啊，迄个机人内底有足侪，伊个我第理师历史伫个内底看会见，哦，安尼到有找到伊个生日，然后伊个办一场音乐会安尼，邀请第理世界，哦，长青帮个四啊个，哦，林永敏、罗văn士、向荣陈美玲。因现场其他临时安尼吼，哦，伊较伟大个是写一部啦，地位书信，用7字啊吼，伊是阮台湾个7字大书，伊拢写7字7字大书写一部台湾书信，足够哦，吼安尼，来回忆上算，这是个现代诗。伊讲，伊写7字以外，伫个回忆上即个佫有足多个吼。伊咧写男女之间迄种情爱吼，伊心足流露。我喊你讲，我喊你读伊个诗，我无7字我较无法度读，伊写了押韵嘛。所以大时我是爱听啦，我爱听哦，台湾大伊很流大啦，笑过。啊，你讲因为这7字对我的第一诗并无啥物有进步的地方。哦，我去收听，拢对我袂进步。因为伊押韵诗写法，我现代诗写是无共款。啊，我讲其实是伊个文字尔，啊，伊个文字就爱找较早个歌词，文字较济。啊，你若讲现代个新写7字我是现代诗无共。啊，要找较早个第一词来去找较早个歌词，哦，迄就爱问 CP 华老师啦。哦，伊专门咧研究即种。哦，所以我在看到《昆曲三种》内底，伊咧写英文。咱拢即个英文，啊，再讲伊也邀请阮黄南海老师编，讲编篇嘛，啊唱英文，啊搁唱精细点，哇！我毋知讲安尼蔡老师讲这么柔情的一面嘛，这热情，这温柔情，啊无伊最后做海派，最后做海派，伊做差不多听到哦，伊就是迄个三观当摕着伊个，最后做海派哦，安尼。啊，来，我来念一首吼。这我讲啦，我讲大和尚，蔡老师有听，这向阳罗văn士，这我湖南海老师，我听上边啊，我下辈也算我听这边啊，这边林永敏，这陈美玲，这老伟龙，这也是算这几档介绍，这几档介绍的一个第一老师啦，有请李龙。伊个诗拢其中个押韵吼，伊个诗拢会押韵，拢押韵诗咯。啊，伊足厉害哦！因为我当安尼看到遮到即个景，伊就是遐随吟出来。伊个诗拢免看过个，伊写个诗拢记喺头壳内底，一字不漏。就是讲咧，流对个诗，伊就我吟出来。昆曲山中，离开都诗来到长征吼，月流探头烧酒，你讲有食暗。花金菇路头烧饭，你摇摇摆摆有够长，夜虫叫阮入厅堂，落水冷冷等着龙主的心肠。啊，美丽的长春，入去都市来到山村，山边日头袂起床，一点微光，花生歹势甲阮问，足早就出门。野花探头，大风爽，小雨蒙蒙，
着农主的心望中的长征。伊讲是农主，伊写这首的时候是伫国外死啊，是国外死啊。离开都市来到长征，草埔青丝做人床，地门遐尼远，天边彩虹遐尼长，乌鸟飞喙长，为虾米归隐来长征？简短简短决地，想着农主的心肠替阮到长征这个是。伊就变野外国不断国外是一种感叹，伊家己事业都放完后生啊嘛，爱就家己去游山玩水，换这环游世界是去写这诗嘛。这就是伊这首经典的本身是当场现写的念的所以较无诗的味来讲介感动啊。因为这首伊虽编作歌，但是来写出来英国的背景。伊甲台湾教一寡台独民主甲国做伙我寄用摕去寄你甲支持外国阮国外台独民主受起29年的早前，伫美国的东边，海水冷冷，地门深深，一群台湾的留学生离乡背景，需要故乡的心情，为着台湾的光明前程，共同手牵手，心连心，点着。夏令营的小丁小丁变花种，29年以来拢无停，前辈你是无得的功，前辈你是无得的功。伊这个现场现收到的现象伊又甲收到落来，而且伊个写弄一寡，就是伊感慨我拄仔看到这个片安尼，这个面皮就临时起出来，就拗到足厉害。这毋是看人我图的。来，黄山老师黄山老师是即个月开始写台语诗的，一个发散话四色。就是大家看民宿小房，拄红店咧过来试做一个就是广台桥过来，就是这样。未到台州就是爱往过来，就到民宿大家看。伊是一个台语诗的先派伊是汉字诗写，作曲伊也是来有着。即个迄阵伊无写，伊拢无写台语诗，伊总写华语诗的。这个开始创刊的时候，伊就开始，大拢写第一诗，无写到开始，就伊是一个军人，比较单纯，无单纯，我看退休了开始写第一诗，退休了倒来伊的故乡四所，伫遐伫伊的所属的土地去一间民宿，伫遐安尼，即几冬，伊拄开始写诗的时候，你说我讲有道理，我是透过历史。有一个时候，伊是汉字诗写来安尼，甲黄建的是共下的，伊迄个，迄个我爱徛咧地震所体校的，伊个算汉字头，较开始熟悉，我定去遐，因为我兜住阿南区嘛，阿南区过去四座一块仔10几分钟，车边安中路，探南区，就到后面遐。伊写伊开始写是写5冬来2冬出3分钱，伊伫第3冬开始出册了，伊前3本2冬时间出了，来看伊就一直累积，对伊即首，伊即摆上届新的一本台湾300篇，伊搁写1冬，因为伊伫1冬伊就甲我伊有即个计划要写陆外公的诗安尼对所以就是伊会晓讲华文大有一个叫陈林贵，这陈林贵是客语作家伊也有写客语客人就陆是华语界的诗魔黄帅那个是台语界的诗魔伊对2015年开始写一直到8冬，7、8冬来讲，伊是最近1几冬开始
美籍的出册安尼，足厉害的。啊，伊的诗吼，伊的诗呢用咱上过千遍台语来诗啊，然后伊内底拢是隐喻，足大的隐喻吼，啊，所以伊咧写诗足紧，吼，啊伊一本诗就差不多要我100首，所以伊即几张所写会容易比我济啊。我做个新闻其实我会用互伊者哦，爱甲我做书法也过厉害。即摆因民书店无收人客啦，有讲忝嘛，无收人客嘛。啊，拄我是伊会当10起厝的，毋免毕业的。我是规一个会当20个安尼，伊也厝的，拢会做伙。啊，这是迄工刚刚是错字啦，9月7号，伫遐去做。哎，咱来听伊安怎写台语诗。阮台湾的手棍人们就做怀书大屯过山一步发，往水喷出来，喷过就包围，喷过喷过就包围，喷把就包围，喷过包日头，天地处处一大话啊！伊的诗爱家己念较会好势，我定做拢听伊诗安尼。啊，所以伊的诗我一定拢会提安尼。多数就是四面海水为伊咧书，下雪月亮的骨，一直到海水慢慢打，才铺出石头。石头渐渐烂，才看到生命爬上岸。280万当前，你徛伫阮的肩头，敢有看到阮手翘剩一支笔，嘛不日无付出，经历叫经历。伊咧写啥物？台湾手笔，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石头的一个高温地安尼啦。啊，伊即个石头听讲有啦，280万当个事，听讲是，伊拢是去研究这个。所以伊即部台湾山海经就伊是写陆海空，台湾的陆海空，所以当时国家就大家咧评诗啊，飞机一下飞一下飞，就是首诗就写。来，咱来看，这些微微啊是伊这是第一本微分拍，安排平常就是清晰，咧拢写鸟啊，清晰鸟啊，咱来读这首。只是微微啊，更好。若话讲笑着房间讲降生，安尼你别困袂去，便是微微。慢着这边包一片白色，是上恐怖的名字。月娘烧着铁汤，辟谣，了伫壁面揭示。单天坡不带土花味道，无怪天光会火烧到，是上的度假者啦，度假者的土地。一种台湾讲青树啊上大，风台吹来树啊袂杀到，日头射着光线会倒大，树木心日树后果子烂去啊。第二佫含一丁花。名叫铁线，树叶若黄金的月，若黄金的月，上弦下弦，拢微微啊笑。伊咧写就是种28岁，铁线微微啊笑，铁线就是啥物色？花的线，花的线啊，佫是啥？台湾人。那地铁东西，台湾人会会，过来叫铁绳嘛，过铁线，伊写着就是种微微啊，即个四月啦，讲里面也好，但是到即摆屁用，无也太单纯多，有影是就是很苦，人方微微啊，第二首就这个时代，不管有死，也无死。下底这首我是较难听，伊这首我袂记甲掠过，无这首是迄个王明天伊甲这首已经谱作起来，谱作一条歌，安排对手起，
细条仔无着过。自9月飞向向东飞，秋霜东尾，落雁落雁无相见。风台话足紧做，毋是变天的关键，安怎都迄个头无回。你是若拍火3更2尾，两日目睭用光线装做火。台湾尾顶是伊小花的树花，一支一支插花鸟巴食着花，记忆含无色，少年国花去，亲像一丝长装遐放松。盛开风枝骨仔变透明，送到剩一丝仔红花，手伫云尾对风飞，毋是风的关系。海燕一个回，沙坡写批，声一苦酒，悲伤唱红颜悲伤曲。伊讲伊讲啥物呢？伊山老师直直拢是伊咧写啥物隐喻啊？像我拄则我讲四仙微微仔笑，有个人讲内底有就是叫过，咧写啥物？咧写因遮的人袂去受着遮个国权限制条。但我幽王微微仔笑吼，袂地方摕着迄落啊，迄落是咩？咧含鸟仔巴无来尔，到即个安平地叫做做卡，袂歹。我上摆尾啊，我做我，我排上尾安尼吼，我看我来念即首就看，因为时间差不多啊。我留一寡时间看，我第二看有啥物，太是因为阮第一首写公司的，即首对我袂看落去我是家己感觉改变是，我写监督原在工坊，这是我虚构出来的一首诗。我记讲吴新义的8年年代，因为我看了报纸是一篇报道，到去图书馆借相关的吴新义的故事，安尼我才原来吴新义伊是。那份电台讲较自由安尼，我是讲恁是拢伫遐咧，拢伫遐咧语言嘛唱歌啊好啊，会啊，我就好啊，因为我人伫内底看，我是我的灵魂会啊唔会，我那时阵爱就是介意做诗啊，有一批你的作品啊，伊讲我都无读，一诗里诗无一个经典出来，就是对建谱的模式有些。嘛，另外讲模式呢，伊有啥物想法？伊会有啥物想法？这是我对诗的写法。看到你的动向，我才知影你；读到你的诗，我才熟悉你。迄暝孤灯破暗顶，看你写日记，看你用日记写历史的身影，你也对个精神真有力。伫乌乌的暗暝，经开故土的回忆。你听这个耳孔真柔软，伫山上的田地，又听土地的声声。60年18个差异，大官当年的地方，铁甲的心事，保田啊，闹闹的族谱保桥。你总是到处摕听谈，天开光怀的天空，安大送落人的送落。冲出领导的手鼓，咱抱着细只的手，你总是正手举诗笔，有独裁压败所在，就由你试抓抓看看；有威狂强迫的病情，就由你来检查的问题。伫你的问题，我听到坚定的声音，目屎所点点流。因为台湾面了真大，台湾天了袂高，孤单的感伤伫孤单夜雨中孤单。阴暗，我盼一回你的百年盼，坐在你小可搭插的大腿，温馨的是恁囝儿时阵甲你叨唠的大声。一天湿顺的海风吹来，你鼻孔大大水，喙角。有了顶大，
我的之前听到你坚定的声音，搁再坚定响起。海风的甘多万载，温暖的灵魂就回来。后壁一个我家己想啦，我阵咧我是我想想讲，如果我比参加这个艺人，就是我会先成见，我会先成见吼。对这个安尼，这个神拜，那神拜的神拜，会有啥物成见？我想讲，伊对。我想讲，你无使要有物件，因为结阮地大嘛，所以你着海风兼托也算完善。海风吹来讲，拢是兼兼是对，龙口一定对。结阮地大伊的精神一直传，一直传。哦，你后壁伊的当初会讲话啊，这是我虚构的。哦，当初也会讲话就讲过嘛。哦，就讲看下你个最近就我变大咧，咱是听到伊咧讲一句话，讲想要后壁一句话，哦。下底就是记忆开始就是我从跳过来过好，如果留一寡时间吼，会当互咱一寡朋友看有啥问题，开始听大家做成结尾安尼。哦，我今仔日到车啦，吼，以后有机会吼，后机会，如果我有唱的这个台语歌、台语诗编作歌一个演讲的一个。希望以后是有机会，我会转来遮，来讲第一时叫来做歌啊，对唱的物件，伊演就我是老简单，人讲一首诗，要嘛唱，嘛想要听歌，听伊去搞歌的，做2点钟咧过，足轻松就过。希望以后有这个机会，再来来开这个课安尼，多谢多谢。